为关心特教生的权益，议员蔡丽青甲区兆胜2月5号上午特别召开座谈会，邀请家长、学校、甲市府教育、社会等单位来座谈。会中有家长表示，家己厝内有2位自闭症的囡仔，虽然伫个国中小阶段有一寡学校有特教班或者是资源班，毋过到高中期以后，却只有国立的台南特教学校，但碍于名额有限，而且只收中等多，因此希望学校会用来增加名额。要放宽一点，尤其是转那个国小转那个国中的时候，因为这是一个叛逆期，有一些轻度自闭的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名额可以上去。我当初如果说我没有争议性，因为我孩子的情绪问题，我根本就是乖乖被安置到安南国中，等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我再去找学校。所以我觉得，我希望我们教育这一个部分，安置的部分，真的特教生不要去分那个级别，真的不要分到轻中重。像南特，我直接被刷下来，是因为我们的级别不是重度，它只有10个名额。除了名额的部分，另外伫个学生的健康检查方面，因为特教生的健检，一般的病院拢无啥愿意来承接。一方面因为人数无啥够，另外就是增加健检的困难度，因此有家长抱怨，必须要家己来补经费，甚至做一寡无效的健检。对此，台南特教学校嘛提出说明。学校跟我讲说，因为经费不足，所以他们请老师来把那个人数补足，人家才能来做健检。就区为了4万块或5万块，那我看到的现象是，我有点难过。为什么有一个5万块的这个点，不到5万块，医院医疗团队不出团，又卡在这里？那我们的孩子，他说你可以带过来啊，又卡在一个问题了。我们的孩子带得过去吗？又带不过去。光是后来他们就说5万块，那我们就是拜托，刚刚像我妈妈说的，我们就拜托老师出钱哈，老师也来健检，凑了5万块。那对方还规定我们要20位老师以上，所以我们就拜托教师员工看有没有3000、5000的啊，老师们就是真的是凑足了5万块了。然后医院出团来了以后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有几个孩子 X 光又没有办法照。针对家长的诉求，议员蔡丽青甲区兆胜也表示愿意来协助。双薪夫妻2个打2份工，也都是难以负担，而且学生的问题很多，他必须在工作跟家庭中还有学校来回的奔跑。我想我们大家只要各自出一点点的力量，就可以给他们很轻的包袱，也减少他们的包袱，让这个社会的问题减少，让他们的负担减少。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是温暖的，是有力量的，我们应该把这一块做好，这是今天座谈会的目的。因真正家长嘛艰苦啦，学生嘛艰苦啦，所以讲咱若有法度的话，找一寡咱所要爱的，咱讨论一寡咱要爱的，政府无法度甲咱协助的，咱找一寡民间的社团，来甲咱协助，咱嘛真侪足侪有爱心的人啦，希望因会当来甲咱协助。对此，市府教育甲社会局嘛回应，以目前全市特教生大约有6600位，特教老师嘛有600多人，整个特教的经费大约占教育总经费的4%。伫个教育资源方面，应该是无问题。至于家长真情，还佫有辅具的作用，甚至富康巴士的部分，市府嘛表示会来尽力协调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